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桃园的中立，有一间叫做泰丰的轮胎厂，为去年的11月开始来拆迁厂房，结果附近的乡亲是哀哀叫，讲真营业拢是黑色的涂刷粉。居民把这相片打去伫网络顶，会当看到这个涂骹、鞋啊，甚至是骹，拢是安尼乌麻麻。里长是直接去甲轮胎厂来协商，嘛提醒着里民爱会记哩翕相来做证据。啊，环保局昨日嘛已经派人去收集到污染的证据，讲确认若是这个拆除工程产生着污染物，会当依法来罚款，上悬罚到500万。卡图机继续动工，就算边后泉水车涂刷粉嘛是飞伫咧半空中。塘市中立区泰丰轮胎厂为去年11月开始伫咧拆工程，不过引起空气污染，和民众拢轮袂乱。砰一声，我想什么声音？我出来阳台看，全部是黑烟。昨天早上，他今天早上要洗，我叫他不要洗了。手碰过灰泥含轿车规乌扫扫，厝外世界拢捡黑色烟架，把个捡垃圾。户户每天都要洗。都是黑灰，然后现在粉末还会飘散到住家里面去。对啊，门窗都关着啊。有民众真无奈，伫咧网络顶问附近的住户，敢嘛是安尼？佮讲厝内变个真畏水，真侪住户拢跳出来骂，全部乌鬼鬼，脚拢变乌炭。佮有住户讲因兜涂骹贵油咧咧，佮甲喊过的是水桶的水贵乌接接，互民众叫要挡袂掉花。含里长就拢看袂落去，法公局讲，含泰丰轮胎伫咧桥，嘛提醒民众爱翕相留证据。泰丰轮胎到即摆还未回应，环保局嘛回应，昨日派人去收集污染证据。若正办是拆除工程产生的污染物地规法，相关会扣罚500万。捌伫咧2017年1月就发生过火灾，乌烟凊真悬，大火甲厝烧落北。附近的住户嘛扫到风台尾，市府赶紧撤离100多户民众。5年后，2020年6月，搁一摆发生火警，消防兄弟忍着忍耐臭屁，撞水炮火。即马要前往观音区洗新厂，就惊拆工场空气污染的问题无处理好势，附近的民众头壳是疼甲戆戆洗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